好，今日我想同大家講有關約書亞攻打耶利哥城嘅故事。耶利哥城有一道非常堅固嘅城牆，城入邊啲居民聽到以色列人要嚟攻打佢哋，於是佢哋就將門鎖到實一實，唔俾人出入。當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嚟到耶利哥城前，見到又高又堅固嘅城牆，佢哋都冇晒符啊，唔知點算好。呢個時候，耶和華就同約書亞講：約書亞，你睇下，我已經將呢座城交喺你手上面㗎啦。你去叫啲以色列人同你一齊圍繞住耶利哥城行，一日行一次，一連6日都係咁做。到咗第7日就要行7次㗎啦。之後佢哋都行咗一次，行咗一次佢哋都攰啦，佢哋就去咗營地度休息。到咗第7日嘅朝早，全部以色列人都起身圍繞住耶利哥城行，但係不過今次唔止行一次，要行7次喎。全部以色列人都好冷靜咁樣行。行到第7次嘅時候，約書亞就大叫啦！上帝將呢座城交喺我手上面㗎啦！吹羊角嘅人吹得好大聲，百姓都大叫啊！結果耶利哥城真係倒塌咗落嚟啊！成功奪取耶利哥城。點解約書亞可以帶領以色列人成功奪取耶利哥城呢？靠聰明？唔係。靠能力？唔係。靠強大嘅軍隊？都唔係。佢依靠嘅係耶和華，聽從佢嘅吩咐，徹徹底底咁去執行，結果真係可以將耶利哥城倒塌落嚟㗎。正如我哋一樣，唔好俾眼前咁高大嘅城牆困難嚇怕咗我哋啊！只要我哋信靠上帝，必定可以將呢啲城牆困難倒塌落嚟㗎。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今日我想同大家講有關約書亞攻打耶利哥城嘅故事。耶利哥城有一道非常堅固城牆，城入面嘅居民聽到以色列人要嚟攻打佢哋，於是佢哋將城門閂到實一實，唔俾人出入。當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嚟到耶利哥城，見到又高大又堅固城牆，佢哋都冇晒符，唔知點算好。呢個時候，約書亞聽到耶和華同佢講：約書亞，你睇下，我已經將整個耶利哥城都交喺你嘅手中，你去叫啲以色列人同你一齊圍住耶利哥城行，一日圍住個城行一次，連續6日都要咁樣做，到咗第7日再行7次。約書亞聽到耶和華嘅話之後，再同祭司講：你哋7個負責攞住7個羊角行到約櫃前面，一路行一路出羊角。跟住佢同拎住妹嘅人講：你哋拎住妹行喺祭司前面，最後再叫其他百姓跟住約櫃後面行。約書亞又話：記住行嘅時候唔好出聲，一句都冇講，千祈唔好俾人聽到我哋聲音。直到我講大叫啦，你哋就大叫。於是祭司同埋百姓都聽從約書亞嘅吩咐做，佢哋一齊圍住耶利哥城行咗一次。行完之後，大家就返營地休息。佢哋一連6日都係咁樣做。到咗第7日嘅清早，全部以色列人都起身準備一齊圍耶利哥城行。不過今次唔止行一次，係行咗7次啊！大家都非常安靜咁樣行。行到第7次嘅時候，約書
明賜俾我哋啦。然後祭司將羊角吹得好大聲，百姓聽到就一齊大聲叫。叫完之後，耶利哥嘅城牆真係冧咗落嚟啊！百姓就衝入城入面，成功奪取咗耶利哥城啦。點解約書亞可以成功帶領以色列人打敗耶利哥城呢？靠聰明？唔係。靠能力？唔係。靠強大嘅軍隊？都唔係啊！佢靠嘅係耶和華，佢聽從耶和華嘅吩咐，徹徹底底咁樣執行，結果真係成功奪取咗耶利哥城啦。正如我哋都一樣，唔好俾眼前好似城牆咁鬼困難嚇驚咗我哋，只要信靠上帝，必定可以令呢啲城牆都倒塌落嚟。多謝大家。